你好，我叫 Alex Yu，我係夏威夷嘅數據科學同人工智能教授。呢張相係喺檀香山北岸影嘅，但係我唔係個滑浪嗰個，我係攝影師。喺呢條片入面，我會討論一個敏感同有爭議嘅話題：開源生態系統係咪真係如創辦人所想嘅運作？當一個原本想幫用戶擺脫企業權力嘅運動，變成咗企業用咗主導市場最強大嘅工具之一，會發生咩事？呢個問題正正就係現代開源矛盾嘅核心。呢個問題唔係關於做錯事或者有壞心腸，反而呢個係理想同經濟現實撞擊，資本主義只係做緊咗一向做開咗嘅。要明白點解咁多人覺得呢件事好諷刺，我哋可以簡單回顧一下開源嘅精神。開源運動部分係因為回應專有軟件供應商，佢哋會鎖死用戶，要用貴價授權同埋唔透明嘅系統。透過免費開放源碼，開源承諾嘅透明度、協作同埋選擇自由，呢個隱含嘅道德願景唔淨止係技術層面，仲係社會層面。喺呢個角度嚟睇，軟件應該賦權俾用戶，而唔係綁死佢哋俾佢貪心嘅人。特別係咁寬鬆嘅授權條款，係有心嘅寫，等任何人都可以用呢啲代碼做任何用途，包括商業用途。呢種自由係絕對嘅，而呢種絕對主義之後帶嚟嘅意想不到嘅後果。佢嘅例子可以俾 PostgreSQL 世界上最受尊敬嘅開源數據庫之一，同 Amazon Aurora 亞馬遜雲端服務提供嘅高利潤封閉源碼雲服務之間嘅關係，更加生動嘅展現呢種矛盾。雖然 SQL 最初係 IBM 喺1970年代開發，用嘅標準化我哋點樣同數據溝通，但 PostgreSQL 就喺1980年代末由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誕生，作為一個更先進、更易擴展嘅概念演進。PostgreSQL 係開源開發嘅典型成功例子，佢係一個成熟企業級嘅關聯式數據庫 RDBMS， 以嚴格遵守標準、可靠性同可擴展性聞名。傳統上 ，PostgreSQL 設計成單節點系統，計算同儲存緊密結合。要應付更大負載，用戶通常會垂直擴展，即係加強單一部機嘅效能。雖然佢可以橫向擴展到多部伺服器，用讀取副本或者分片，但呢啲架構通常會帶嚟好大嘅複雜性，因為無論係自家管理，定係雲端部署、失效轉移、效能調校同高可用性呢啲工作都好強大，但都係由管理員負責。簡單嚟講，PostgreSQL 提供無可比擬嘅自由同控制權，但要全球擴展就需要專家級嘅功夫，可能會幾吃力。Amazon Aurora 唔止係一個託管服務咁簡單，佢係一個雲原生嘅數據庫進化版。Amazon 佢由零開始起，反而係利用嘅 PostgreSQL 核心引擎，繼承佢哋幾十年嘅穩定性同豐富功能，然後重新設計嘅底層機制，配合現代雲端需要。最根本嘅突破就係計算同儲存分離嘅。傳統 PostgreSQL 入邊呢兩樣嘢係綁死一齊，但喺 Aurora 入邊，佢哋係分開運作嘅。Aurora 嘅儲存層係專門設計分布式同自我修復嘅系統，會喺3個可用區域入邊複製你嘅數據6份，咁樣就可以令儲存彈性擴展，而且唔受計算能力限制。用戶角度嚟睇 ，Aurora 就係換咗高效能引擎嘅 PostgreSQL， 佢保持100%界面兼容之餘，仲自動處理故障轉移、備份同擴展呢啲繁瑣工作。客戶買嘢其實就係 PostgreSQL 開源靈魂，加埋一個專有全球級嘅神經系統。簡單嚟講 ，Amazon 就係佢哋個頭 SQL 引擎，然後換咗個身體儲存層。從法律同授權角度嚟睇，呢度完全冇問題。PostgreSQL 喺寬鬆授權，明確容許商業重用，唔需要將衍生作品開源。AWS 都係跟足規矩，好多公司都係咁做。如果咁樣指責，反而係唔合理，仲同開源原則自相矛盾。去指控呢啲公司行使授權明文賦予嘅權利係唔道德，其實講唔通。但係呢個諷刺位真係好明顯。
開源本來係想鬆綁企業對技術嘅控制，但現實上大公司反而用開源嚟減低研發成本，仲加快咗創新步伐。有人可能會輕輕咁講笑，話呢個情況好似社區聚餐，大家都帶自家煮咗餸菜，然後有個專業到會公司嚟到，將佢餸擺得靚靚，加埋台面服務，最後仲要收入場費。其實到會公司咁偷過任何嘅，佢只不過係比其他人更識得點樣搞物流、擺盤同埋做大規模生意。呢個笑話之所以中 point， 唔係因為到會公司壞，而係因為結果同原本大家想要嘅社區感覺好唔夾。呢個就帶我哋去到雲端鎖定同傳統專有軟件之間嘅問題。以前鎖定主要嚟自檔案格式、授權費用同供應商專屬 API。你買一套軟件裝咗落去，但之後如果想走人，代價就好高。而家就唔同。你嘅數據可能仲係用標準 SQL， 但其實已經困咗一個專有嘅雲端生態圈入邊，包括託管服務、身份存取管理政策、網絡結構、監控工具同埋收費模式。遷徙離開係可能嘅，但係好痛苦。雲鎖定與其話係代碼控制，不如話係運營引力。一旦一切運轉順暢，離開嘅動力就會迅速減弱。呢個比專有軟件仲糟糕嗎？係的，喺代碼層面你可能擁有更大嘅自由度，但喺系統層面則會受到更多限制。另一方面，雲服務提供咗無可否認嘅價值、彈性、可靠性同部署速度，而呢啲係好少有組織能夠自行實現嘅。對於好多用戶嚟講，呢個取捨係理性，甚至係值得追求嘅。而家嘅鎖定唔再係靠合約強制，反而係靠方便。呢個分別喺道德上好重要，即使實際結果睇落好似冇咩分別。用免費開源作為賺錢生意基礎呢個模式，其實唔止 Amazon 先有。事實上，呢個做法已經係軟件行業幾十年佢嘅主流套路。最出名嘅例子就係 Red Hat Linux， 佢開創嘅將開源商品變成高價值企業訂閱嘅模式。Red Hat 嘅商業模式基本上就好似一間書店，攞書免費送俾你，但運費同手續費就要收你貴㗎。雖然 Linux 嘅程式碼係開放俾所有人用，但 Red Hat 就會收你錢，提供送貨、安全認證、持續修補同埋法律保證，確保軟件嘅企業環境下可以運作。對於一間大型銀行或者政府機構嚟講，用免費社群版 Linux 就好似去一間免費博物館，但係泊車費貴到嚇死人。入場費係唔使錢，但你部車因為系統停機而出事嘅風險咁高，你都會心甘情願俾錢買專業支援嘅代客泊車服務。呢個道理同樣適用於其他行業巨頭，例如 Databricks 同 WordPress。Databricks 佢哋免費嘅數據引擎 Apache Spark， 然後建立咗一間龐大嘅公司，靠收費提供一個管理平台，令呢套軟件真係可以俾大企業用得着。同樣道理，雖然 WordPress 軟件可以免費下載，但有幾百萬人都會俾錢俾母公司 Automattic， 為咗享受高速主機同安全保障嘅方便。呢啲例子入邊模式都係一樣，客戶其實唔係買緊嗰套免費核心軟件，佢哋係俾錢買安心、工程技術同基礎設施，令到嗰套軟件可以大規模嘅穩定運作。當 Richard Stallman 開始推動自由軟件運動嘅時候，佢係想解放大家，唔好再俾專有軟件控制住。Stallman 最擔心嘅情況就係而家我哋見到佢哋公司嘅免費軟件包裝成專有服務咁賣。呢個做法同德國出版商 Bertelsmann 用過嘅策略好似，佢哋嘅免費嘅 Wikipedia 內容編輯完之後賣成一本有裝訂嘅百科全書。更深層嘅問題係，開源軟件其實只係解決咗以前嘅問題。開源軟件釋放嘅程式碼，但係佢哋甚至可能做唔到釋放基礎設施、資本或者專業知識。呢啲嘅雖然睇唔到，但其實無處不在。開源軟件反壟斷嘅精神，以為只要大家都睇到程式碼就可以公平競爭。但事實上，真正嘅不對等，其實喺其他地方全球數據中心、頂尖工程團隊，仲有可以承受龐大前期成本嘅能力。企業嘅顛覆開源，
反而係玩到出神入化。從呢個角度嘅結果唔係背叛，而係一個真相大白。開源本身好理想主義，而呢種理想主義假設咗一個世界，技術自由可以直接變成經濟自由。但資本主義唔係咁運作嘅。資本主義獎勵嗰啲識得擴展、整合同埋變現嘅人。企業贏唔係因為佢哋收埋程式碼，而係因為佢哋識得組織成個系統。消費者雖然享受到方便同埋高效，但已經唔再係早期開源倡導者心目中道德上嘅最大贏家。到咗最後嘅階段，我哋可以話，而家呢種所謂嘅開源用法，其實已經唔再完全符合咗本來嗰種反對霸權嘅核心精神。最大嘅得益者係有資源可以大規模商業化呢啲勞動成果嘅人。呢樣嘢唔係咩醜聞，只係資本主義如常運作啫。人性本身就傾向於冇價值，而唔係追求道德純潔同開源。即使開源運動幾有力量，都唔可以單靠自己改變呢種傾向。呢個運動依然有改變世界嘅力量，但佢嘅純真已經唔在。而家剩低嘅只係一件工具，中立、寬容，而且非常有效，等緊最識玩呢個遊戲嘅人去用㗎。開源創作者同用佢哋成果喺企業之間嘅關係，為科技未來帶嚟一個深層次嘅問題。社群應唔應該考慮改變授權條款，例如加入 copyleft 保護，限制開源代碼點樣俾專有商業服務使用？定係我哋應該接受追求利潤本身就係創新嘅自然推動力，承認現有制度成功連接嘅社群創意同企業級可靠性之間嘅鴻溝？我邀請你一齊加入討論，喺留言區分享下你嘅諗法。如果你覺得呢個分析有冇啟發，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 等我可以帶嚟更多深入嘅內容。如果你係導師，想喺你嘅課程用呢個單元，隨時歡迎你哋做。正如我哋之前講過嘅免費模式精神，呢段內容你可以免費同學生分享同使用，完全唔使錢，連1毫子都唔使。我保證冇任何隱藏嘅運費或者手續費，同去拉斯維加斯唔同，最後都唔會有啲咩驚喜度假費等緊你。希望下條片再見到你，拜拜。